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当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透过礼拜来甲你三亲近，求主甲阮三合伫地。主，阮知，阮是罪人，伫你的面前，阮充满罪恶。但是因为你的恩典，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洗清去阮的罪。所以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无下数的信心，清去阮，除去阮这个时刻心中你无欢喜的事。互阮用专一敬虔的心，下礼拜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主你帮助阮，也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听探你的话，照你的话去行。阮特别将今早起下礼拜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特别恳求主你甲服侍正当工三合伫地，保守看顾整个礼拜的一切。互阮无论是献诗、抒琴、诗会、团工信息，拢因为你圣神的帮助，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今早起阮也要透过圣礼典共修圣餐，来搁一遍甲主耶稣基督交陪，体验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透过今日的圣餐，搁一遍甲主耶稣基督结连，而且有圣洁持续的圣洁的交通，影响着阮整个生命，互阮会当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通过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阮上时也要将阮的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带。特别恳求主你赏赐教会的所有中级同工有属灵的智慧。阮今日伫礼拜结束了后，也要召开定期的中级会甲小会，求主透过阮的会议来寻求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各项事工，互万民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上时也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无论伫安养中心、幼儿园，也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带领，互这个机构发挥伊的功能。做成真侪效果，为着社会带来真侪福利。上时也要将福音分享予万百姓。恳求主甲阮所徛起的台湾三合之地，保守看顾这个国家，互阮的国家充满主所赏赐的公义、仁爱、和平。阮特别将无偌久要举行的选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透过选举，互你的公义会当真正临到这个国度。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有愿地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有影子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时要做伙起立来念神圣诗，圣诗第270首，着恬静，着恭敬，请起立来念。咱做伙来祈祷，至圣至尊，阮的阿爸阿爸上帝，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疼痛。互阮虽然经过 COVID-19 的疫情甲战争的威胁，犹原安然徛起，因为你的故事，互阮全台湾2300万人，无分族群、性别、年龄、区域，拢会通享受自由平等的生活。
这是何等的稳定！我们不时献上娱乐甲感谢，愿阮也真做合主心意的人，毋敢若关心家己的事，也会晓关心四周围的人，关心社会、国家甲世界的情势，真做一个世界的公民，互上帝国早早实现伫地面上。愿恳求上主帮赞，互阮每一个人拢真做昆读圣经、定时灵修，搁爱亲近上帝，顺服上主心意甲圣神感动的人。互阮真做一个明白真理、甘心乐意行主的道理，搁乐意帮赞人、尊叹主的道理的人。互阮正信徒社会立志，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气顶面，拢做正人的模范。阮也要照上帝所赏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的管家。相信阮也要为着万百姓来恳求祈祷，来代祷祝谢，互阮的国民。更较侪人早日来入捌你，真做蒙恩蒙福的国度。阮也要为着台湾的政治领袖来祈祷，主你既然任命因真做正百姓的领袖，恳求你就将加倍祝福甲智慧加添伫因的心上，因带因用合主心意的政策来治理国家，互阮的国民真做和谐、平安、满有疼心的世界公民。上主，你互邦国兴旺，嘛互邦国毁灭；你互邦国开阔发展，嘛互百姓失散受掠去。地面上的国度的兴旺甲衰微，拢是你的业力。阮要感谢你赏赐台湾人这个宝岛，真做阮中大汉的故乡。毋过，阮的对方迄个专制的政权，70几年来不是用武力来威胁阮，佮一年透透，毋是用假的信息来欺骗台湾人，企图要互阮失去勇气来保护乡土，要互阮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造成互相失去信心，互相勒骂，互相怀疑。失去平安的社会，主，你是智慧甲勇气的源头。恳求上主，你赏赐阮有教育的智慧，判断是非；有教育的勇气，保护家己的乡土；有教育的疼心，毋敢若疼惜阮的教会，更较会晓疼惜国家社会，不时为了世界和平来献上阮的祈祷。互台湾这个国家真做伫地面上的爱电园，满有和平、喜乐甲疼心。希望阮拄着侪挑战，阮也要深深感受着主，你一路扶持甲带领，互阮伫挑战的过程中间，有缘有满满的平安。主啊，这个世代好亲像末日已经近了。好亲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伫要来咯，恳求主你怜悯阮的软弱，无带予阮即款阮无法度承担的灾难。主啊，恳求你照你的启示录所应允的，紧紧互主基督来做世界国度的王，直到永远。愿正受敬调佮忠心的罗卜，要打赢这一切的挑战。愿你照你所应允的，互新的天、新的地，早早临到这个地面上。愿你带伫阮的中间，做阮的上帝，擦拭阮的目屎，无搁再有死亡，无搁再有悲伤、哀哭佮痛痛。因为前的事已经过去，一切拢变成新了。主啊，阮教会的大楼已经
将近50年的历史，需要面临重建较长的使命。愿主将这款的感动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共同献出家己有限的力量，来成就这项重要的事工，时时为这项事来祈祷。相信只要阮同心合意，伫主的引带甲祝福下面，阮就会看到上帝你的荣光兑现。互新的礼拜堂真做众人欢喜敬拜的圣殿，愿主成就祝福阮的手所做的工。上年教会伫每年要庆祝110周年，愿阮祈祷所筹备最的事工，拢会通利益了众人。愿一切庆祝的事工，拢正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今早起，阮要做一摆，做伙坐倒来领受圣餐。愿主通过这个圣礼典，搁一遍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用欢喜的心进入你的殿来敬拜阿罗你。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做祈祷。愿你的愿你的你的领导，你的旨意之下，也可以亲自听。愿你是永远的话，下面永远保护，请万下面保护人，为你所万起，有愿快乐看，因果万民平安拢吸收，来来尊敬，阿门。这是做三个来启用，启文第6篇，伫圣诗的后面第8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有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咱因为今早起有圣餐，所以这时要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注意的，这个使徒圣经是长老的总会已经修改过，所以大家毋免烦恼讲你爱看这个稿，因为里面有小可淡薄的改变，尤其是到我信圣神后壁遮吼，所以大家细致来念，毋免无照旧的使徒圣经来意念哈。所以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性命，爱主，以为圣神后代，对在所有玛利亚之时，以温柔表达平安的时候，变是的是开创的荣誉，第三日对信仰中话，就你他这里在那个上帝的道理，因为对他来净化华人的信仰，我
者。赞美咱要请本堂献乐队，伊要吟的诗歌是《至关而乐》。咱即时要做来共读上帝话，现在去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20节到22节。
每一个大间厝内底拢有真侪器具，毋单有金器、银器、毛叉器、灰器，有用于特别的场合，有用于普通的场合。人若准家己清气，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互主来器重，因为伊已经献互主，做主所重用来做各种的好事。你毋通亲像少年人意气用事，爱对遐个心清洁、求主帮助的人，做伙追求正义、信心、疼心甲和平。以上今早起的信息，属灵的儿女第5讲器具请咱的主任牧师、曹牧师来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搁一遍伫主日礼拜中间来敬拜，值得咱敬拜的上帝。牧师即一遍到北美去参加北美教牧会议，真感谢大家替我甲牧师娘代祷，一切拢顺利平安，伫遮大家说多谢。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儿女的第5讲，就是器具。咱做上帝属灵的儿女，应该爱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要哪诚做上帝合用的器具，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在你的话充满气力，会通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也真实明白，阮是命运的囝儿，应该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疼痛。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透过今仔日你所爱阮知的信息，调整阮成做你合用的器具，会当透过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性命。求主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咱先来了解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背景。咱看这张图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第2遍伫罗马坐家的时阵写予提摩太的一张批信。这张图是咧写保罗伫第3遍旅行传道了。伊因为要上诉罗马皇帝，所以伊就往罗马的路程去，就受往罗马要去上诉罗马的皇帝。这是有人讲这是保罗的第4遍的旅行传道啦，但是总是伊是受压要去罗马，后来伊到罗马了，就受关伫罗马。这是第1遍，伊伫罗马受关。但是如果咱若参考《使徒行传》第28章，咱知影，伊即遍受掠受关是受到真大的优待所以伊毋是关伫迄个监牢内底，伊是关伫伊家己租的一间厝内底。然后罗马皇帝罗马政府派士兵派官员来固守伊。伊会当伫家己所租的这厝内底，会当用阮伊的朋友、伊的同工，随时去探访伊，甚至伊也有机会来别人传福音。安尼，伊伫罗马受关2冬了，后来被偷放。偷放了后，无偌久，伊搁伫马其顿被逮捕然后搁送去罗马坐第2遍的监牢第2遍坐家伫罗马是非常辛苦。迄个时阵，所有的同工袂当随意来探访，所以真侪人无法度伫保罗身躯边，只有路加陪伫保罗的边仔。保罗伊家己也伫即遍中间，伊认为伊可能无法度被偷放无迄个机会被偷放，
甚至伊也知影讲，伊可能会伫家乐内底顺道，所以伊就想起伊一直栽培即个少年的同工，伊属灵的囝儿提摩太，所以就写提摩太后书互提摩太吼。所以咱若看即条表吼，即条表是大概啦吼，这是圣经学者因整理出来大概保罗写批的年代甲顺序吼。咱注意上尾一点就是，上尾一本册吼，应该就是提摩太后书吼。这是保罗第二遍伫罗马关家的时阵所写的上尾一张批信。即张批信吼，咱若看个即张批信的第4章第6节，伊安尼讲，伊讲我现在被灌电吼，我离世的时已经到了。所以保罗伊就真清楚讲，伊这一遍吼，可能无法度被偷放，甚至伊会顺道伫即个家乐内底。所以提摩太后书会当讲是保罗的遗书啦，伊最后的一本写的一张批信，伊的遗书。咱知影吼，一般人若要写遗书的时阵吼，一定写上界重要的代志对无？重要的代志拢会写伫顶面嘛，吼。所以这批信中间吼有真宝贵的内容，会当互咱得到真侪帮助甲激励吼。因为遗书拢是写上界重要的吼。我毋知大家敢捌写过吼。牧师吼，即一遍甲牧师娘要去北美吼，我就想，我是无遐尼烦恼啦，但是牧师娘小可会烦恼讲吼。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阮两个拢出去吼，厝内底留两个囡仔吼，可能有一寡重要的代志要爱来交代吼，所以吼，伊就写一本册哦，一本哦，毋是一张尔哦，一本册嘿，伊就一本册写的吼，放伫一个所在，甲阮查某囝讲吼，迄本册放伫遐吼，那万一爸爸妈妈有转来，你就免看吼，若无转来，你较去看吼。我毋知内底写啥物物件，写一本写真济啦吼。但是我相信伊就是写重要的代志嘛，吼，因为有一寡爱代志爱交代，拢写伫内底吼。所以吼，咱就真清楚吼，一个人若要写遗书，伊就写上界重要的代志。所以咱来看保罗写互提摩太写啥物款的代志吼。其中咱今日所要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教是提摩太爱做合主所用的器具，吼，咱来看。第一，伊安尼讲，吼，伫大户的人家，吼，这我是用和合本的翻译，吼，因为咱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感觉比较无遐尼好清楚，吼。伊是讲翻译大经厝内底，吼，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的器具，吼。有诶做贵重诶，有诶做卑微诶，吼，这是咧指啥物货？其实咱详细来看前后文，咱就知影。保罗咧讲，伫大户诶人家，吼，就讲伫大经厝内底，其实这是指教会啦。伫教会内底，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诶器具。这无共款材质所做诶器具，其实是比如信徒啦。伫教会内底有无共款性质的信徒，这器具材质无共款是代表啥物意思？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指属灵文书无共款。咱知影教会中间，上帝安排无共款的人伫咱的教会，有人会晓唱诗歌，所以参加圣歌队。有的人虽然五音不全，但是伊会晓红教导，所以伊会当做主日的老师。有的人会当真关心人，会当做招待、做探访；有的人真斟酌，会当做财务的管理。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文书，所以上帝安排无共款文书的人伫一间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性质无共款。第二种有可能是指社会、社经背景无共款。信徒中间有各行各业，有公务人员，有做生意的，有学生，有家庭主妇，有退休的人，
这人的背景是无共款的，嘛有可能是指每一个人外在条件无共款。有的人身体真勇健，真有体力；有的人虽然较弱势，但是头脑真灵巧，会通做其他的事工。所以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运势，无共款的社会背景，无共款的外在条件，集中伫教会中间。以上这无共款，亲像一个大户的人格内底，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的器具。这器具有贵重、有卑贱，是啥物意思？当然有一寡圣经学者是认为讲，保罗咧讲金的、银的，这是较贵重的；茶的、灰仔的，这是较卑贱的。但是我来想看嘛，应该毋是指安尼吼。因为性质无共款，嘛是有茶的物件真宝贵的，有灰仔做的嘛是真宝贵，这无一定。所以到底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是安怎去分别？其实咱也详细来看器具的尊贵甲卑贱甲材质其实无啥物绝对的关系。咱毋是用世间人的眼光价值判断讲金的就较贵气。茶的就较无好，毋是安尼。器具上介重要就是爱合理使用啊。若会当互主使用，就是尊贵；无互主使用，就是卑贱。咱袂当用世间人的看法去看比如讲，无数举一个例，咱知影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是骑啥物入去？骑驴仔嘛。我问看卖，咱若用世间人的眼光来看，你骑一只马入去，甲骑一只驴仔入去，迄场面无啥共款嘛？马悬大，佮走了紧，看起来真安尼，真威武啊，真好看。驴仔遐尼细只，佮行了慢，但是即只驴仔愿意互主用，伊就是贵重的器具啦。咱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大多数拢是掠鱼的，甲抽象的。伫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人是较中价层的，甲法利赛人比起来，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当然是法利赛人较贵气啊。但是咱知影，福音就是透过这的人传播出去，所以一个器具的贵重，甲伊的材质。应该是无绝对的关系。一个器具的贵重是在伫伊会当互主来使用。那安尼要安怎诚做互主使用贵重的器具呢？咱继续来看。圣经同咱讲人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诚做圣洁，合伫主所使用，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强调讲，人若清起家己，得当互家己诚做贵重的器具。举一个例来讲，咱若厝里发现一个茶杯啊，迄茶杯啊是黄金包银，真水真水的，甲看起来敢做有价值，但是咱来看起来讲，哎哟，内底有鸟鼠仔屎，有家蛇死伫内底，这杯啊，你敢毋敢倒茶来啉？毋敢嘛，你爱先安啦，摕起来这个杯啊，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了，咱才当使用嘛。所以相反，不管你是啥物款材质的器具，你爱清气家己了，会当诚做贵重的器具，互主来使用。然后到底要安怎清气家己？保罗伫遮继续甲咱讲。伊讲，你爱多撇少年的私欲，甲迄清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甲和平。伫遮保罗用3个动词这3个动词帮助咱，会当互咱家己清气家己，来合理使用。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保罗人讲爱多撇，多撇啥物货？多撇私欲。私欲就是讲无正当的欲望甲念头。咱知影要诚做上帝合用的器具
咱就是爱满足上帝的心意嘛。啊，那你逐项拢是用家己的私欲做大先的时阵，你免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讲家己清起家己的第一项要件，就是讲，你爱除掉你家己的私欲。啊，保罗甲咱提醒讲吼，要安除掉，就是爱得撇、得闪。得撇毋是软弱的表现哦，得撇是一种战略。就是讲，咱爱得撇迄个会诱惑咱，互咱私欲陷入无合上帝心意的中间，迄款的物件。虽然面对撒旦的试探咱毋通讲我做有信心的，我一定战赢的。通常若有即款的意念的，拢会战输啦。所以咱唯一的方式就是会当得闪，得到倒位？倒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耶稣基督把咱保护。这是第一项，爱得撇私欲。啊，得撇的过程中间，咱爱做啥物代志？爱不住祈祷。不如讲爱甲迄个清心祈祷的人做伙追求。祈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咱若定义要清气家己，应该爱透过祈祷。因为咱知影，有时阵咱要得撇咱的私欲，咱心生愿意，肉体软弱啊。这时阵就是爱透过祈祷嘛。祈祷咁真正通帮助咱。你想看觅，够一个人会当同时祈祷，佮同时犯罪。所以圣经咱讲，毋是一时啊祈祷尔，是不住祈祷的，一直祈祷。更加何况讲，咱若照上帝心意去祈祷上帝就会听嘛。圣经咱讲，如果咱伫上帝面前坦然无惊吓，因为咱确实知影，如果咱若照着伊的旨意求，伊就会听。一个要得撇家己需要，要满足上帝心意的人，伊若能透过祈祷去追求上帝的心意，自然而然伊会当闪避伊的需要嘛。第三项。头前两项是较消极的，特别是闪避私欲，或者是消极的。但是第三项就是爱追求啊，追求就是积极去装备家己。当然，咱世间咱会追求真正代志，但是圣经咱提醒讲爱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甲和平，互咱属灵的品格会通更较丰富，更较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要针对上帝合用的器具，就是爱得撇私欲，不住祈祷，追求良善。然后，咱知影，咱已经准备好家己，才做一个器具啊。这器具毋是放伫遐，互人欣赏的。器具就是爱互主使用，摕出来较有会当产生伊的功用嘛。所以爱进入第三结果咱的周报中间牧师袂记来放第三点请大家来加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准备行好事啦。你讲你清气家己了，这器具已经准备好啊，你着爱互上帝使用去行好的事嘛。圣经大人讲，人若资格脱离卑贱的事，着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真做圣洁，合理主用，准备行各样的好事啊。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嘛讲，咱原本的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内底做成的，为着互咱行好，就是上帝所准备互咱行的。要行什么款好？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项建议就是咱去分享福音。分享福音是上介好的代志。分享福音是咱会当带予别人上介大的祝福，因为会当透放拯救人生命的福音，甲其他人分享，这是上介好的好所行。好的物件爱甲好的朋友分享。当咱每一个属灵的囝儿，咱接受救恩了，咱爱设法分享出去。保罗安尼来劝勉讲，恁甲非信徒来往爱有智慧，爱把握机会。把握机会的意思就是爱将福音分享出去嘛。牧师来问恁中间有人
恁中间敢有迄个恁的朋友亲戚吼，要袂信主的，敢有嘛对无？差不多每样拢有嘛。吼，遐人就是你的负担。咱特别咱明年要庆祝110周年，吼，咱有推动一寡活动，吼，特别有一个就是讲，咱来提名替一寡人祈祷，吼，咱拢有摕到迄个手册嘛，吼，咱就将咱遮还未信主的朋友，咱的亲戚的名写伫迄个簿仔顶面，逐工替伊祈祷，吼，然后咱有机会，比如讲咱教会有办什么款的活动，就邀请伊来参与，互伊能借着遮个机会认捌上帝，咱将福音分享出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啦，这就是好所行，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关怀弱势，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圣经中间一再强调，咱爱关怀弱势，需要帮助的人，咱爱伸出双手去帮助伊。现在台湾社会也有真侪欠缺，上界欠缺就是对这弱势者的关怀。这是咱教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做的代志。咱教会有一个委员会。叫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每一档拢会通过真侪无共款的活动，去关怀这弱势，咱也让做伙来参与。第三项就是追求公义啊！圣经中间，咱拢会记这段经文吼，米迦第6章第8节，讲上帝已经指示咱什么是好，伊要求的就是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三角行，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三角行，这是上界好的事。所以咱来追求公义啦。今仔日咱伫徛起伫这个国家，也有真侪这无公义的代志发生伫咱四周围。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爱去关心这个代志。当咱愿意去追求公义的时阵，上帝国会临一步一步临在伫咱的中间。愿上帝亲自帮助咱，互咱准备好家己，清气好家己，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然后来行这好的事，就是宣扬福音、关怀弱势、追求公义。我相信，唔单单咱的教会，咱的社会会因为教会的存在，来成做得到真大祝福的所在。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亲自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主，阮知，阮应该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这么大的恩典。求主装备阮。清气阮，互阮会当透过刀片私欲、不住祈祷、追求良善，来准备好阮家己，成做你重用的器具。求主也使用阮，互阮会当透过宣扬福音、关怀弱势、追求公义，来成就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是要请六位准备心来要领受圣餐。咱这是要做伙起立来念圣诗，圣诗第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虔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磨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也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作下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虽然逐生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别愿，也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来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验证你的性命，愿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双手，小会员会将饼放伫咱的手中。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请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领受你所享受的圣餐。最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真正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顾维护的。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也赏赐阮气力、信心、甲丰盛的听心，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就是要请咱做伙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咱做伙起立来感谢。就像伫阮在奉献时敬拜实际行动的展现，主你所爱的是要用心神甲诚实来敬拜，所以你看重的是寡妇的2个小钱，主你也捌行5块饼2尾鱼的新食，互5000个人食饱。所以，阮恳求主你看重阮奉献的心志，将2个小块的钱来成就你荣耀的事工，互众人甲众教会拢得到利益。我们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请坐。就是有几项事最简单的报告。第一项就是今日是总会所定性别公益的纪念主日。为了要唤醒兄弟对性别议题的重视甲觉醒，互性别的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所以咱共同来关心这个纪念主日。第二项要报告的是，本教会所办理第2届男性合唱团观摩会。咱伫10年前，就是8周年的是办过第1届，所以今年要办第2届，是要纪念咱教会110周年的纪念周年。伫本礼拜六11月12日下晡3点到5点半，伫10楼礼拜堂要办男性合唱团的观摩会，有邀请侪真优秀的团体，甲咱男性合唱团做伙来演唱，请咱爱将这个日子来记起来，做伙来参与。第三要报告的是，这礼拜六是咱教会所举办，嘛是81周年相关的一个活动，是全教会灵修会。请咱准备心来参加。伫这个11月19后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半。讲师是林丰信牧师。第一讲是圣道相通，第2讲黄金10年，伊的主题就是结束，就是开始。请咱来报名，交100块给干事，参互因准备餐点。以上报告，这是要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来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才有几位。第一位是这个林昭信先生兄弟，家好，平安，伊是廖牧师的爸爸的学生啦，好来，第2位是廖斐仁兄弟。好，家，你那等下台湾探亲第3位是丽景人会姊妹，第后壁这是建美教会陈牧师的查某囝
第4位是蒋克鹏兄弟，那这里都位哦，这里后边哈，欢迎。唔知影有其他的兄弟无介绍到，第一遍来礼拜。啊，咱欢迎这贵宾哈，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席，好了，叫一位哈，叫一位姊妹哈，欢迎。啊，欢迎这贵宾，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席，啊，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哈。啊，无需要大家补充个报告一下哈。有几件代志，第一件代志过来几个拜六拢有真侪活动哈。过来这个拜六是南城合唱团的观摩会哈，请大家当来参与。然后后礼拜拜六是这个19号，就是咱有举办全教会灵修会，咱请到林宏信牧师甲咱做伙分享信息哈，请大家当来报名参加。过去迄个拜六哈，26就是选举啦哈，请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哈。另外就是讲，因为咱教会即马要数位化哈，所以来的时阵哈，请大家来礼拜时会当用迄 QR code 报道啦哈。最近咱的数位委员会拢咧宣传哈，可能有个人感觉讲较麻烦哈，但是其实做有意义的，因为你若报道了。你第一就是你会当知影你伫教会内底参加聚会记录，吼。第二就是讲教会的这牧师嘛当知影讲，咱来参与聚会的情形，会当适时的关心，吼。所以请大家，较麻烦淡薄亲像咱过去疫情期间，咱嘛拢有咧扫 QR code 吼，咱有来扫一下吼，其实几秒的时间尔吼。配合咱的同工，大咱记得吼，咱会当做真好的这记录吼，这是牧师给大家提醒，多谢。咱大家起立来念上迎圣诗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